Hello，大家好，我係港仔灣區 Hugo。咁 Hugo 咧已經有一段時間冇同大家物色翻啲筍盤啦。咁今日 Hugo 咧就嚟到咗珠海市區呢一度，同大家介紹翻一個筍盤嘅。咁我而家身處呢一個位置咧，就係珠海市區嘅一個武吞河啦。我哋一個前山河。咁大家可以睇到咧，呢個河面咧係非常之靚噶。咁而且河嘅兩邊咧已經係建設咗非常之靚嘅一個公園啦，即係河邊公園啦，提供俾大家喺度即係食飽飯落樓散步啊，喺度跑步啊，甚至喺度釣下魚咧，都係唔錯嘅一個選擇嘅。咁而且咧呢度呢一個地理位置喺當其時呢一個經濟環境房地產不景氣嘅情況下咧，其實呢一度嘅地理位置嘅房產咧係會相對保值好多嘅。咁今日 Hugo 要同大家介紹嘅呢一個樓盤咧，就係我正前方嘅呢一個啦。叫做中海環怡城嘅呢一個樓盤嘅，咁自帶有商業配套啦，有輕軌站啦，而且呢一個位置距離港珠澳大橋以及我哋呢一個拱北關口咧，都係十分之近嘅。咁樓下就可以享受到非常之豐富嘅一個商業配套啦。而且今日呢套單位咧係非常之筍嘅，大家跟我個鏡頭一齊上去睇睇啦。OK， 咁我哋而家上到嚟單位呢一度啦。咁呢一套單位嘅戶型咧就係83平方兩房一衛嘅。咁入門嘅位置喺呢一邊啦。咁見到啦，呢一個冷氣機啊，以及我哋燈掣啊，呢啲可視監控啊，全部喺晒門口呢一個位置嘅。咁而出翻嚟呢一邊咧，先睇睇個廚房先。咁廚房呢一邊咧就係我哋一個 L 型嘅一個佈局啦。咁爐具3件套啊，包括吊櫃呢啲咧已經係全部做好晒噶啦。咁而之後廚房呢一度咧仲做咗一個比較人性化嘅一個隱藏式冰箱位喺度。咁其實呢個設計都非常之好嘅。咁再入翻嚟咧，就有我哋一個生活露台。生活露台咧擺翻部洗衣機喺度啊，然之後喺度晾衫咧都冇太大嘅問題噶。咁而客飯廳呢一邊咧，到時有攤台咧，就可以放翻個4人台啦。咁呢一邊咧，之前業主就訂製一啲收納櫃以及鞋櫃個位喺呢一度嘅。咁咧，我哋呢一個客廳啦。咁客廳咧呢一邊咧亦都業主做咗一啲訂製嘅一個櫃喺度啦。咁呢一邊到時候放翻你個沙發位咧，雖然唔係好大下，因為始終都係80零個平方，咁都係足夠你使用翻嘅。咁喺呢一度望翻出去咧，最關鍵就係呢一個景觀啦。景觀咧就係城市景觀之餘咧，仲可以睇到呢一個山景嘅。咁可以講咧，喺環怡城目前二手在售嘅兩房單位咧，咁樣嘅景觀嘅資源咧都係比較稀缺嘅。關鍵而家業主咧仲肯減價賣翻出嚟。咁呢一邊咧就係我哋嘅休息區啦，兩房。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第一間客房啦。咁第一間客房咧，咁之前業主都有做咗一啲收納櫃喺度嘅。咁同埋呢一間客房咧都可以睇到頭先我哋個客廳嘅一個景觀一樣啦。咁城市景觀加埋呢一個山景嘅。咁呢一邊咧就係我哋嘅一個洗手間嘅位置啦。咁洗手間咧就一字形，咁有智能馬桶啦。咁然之後呢一邊咧就有個乾濕分離啊，嗰啲淋浴間咧已經全部做好晒噶啦。咁呢一邊咧就係我哋主人房啦。咁主人房呢一邊咧放翻張米八堂咧，仲可以做到3D 落堂位嘅。咁而之後咧，主人房個景觀咧，同樣都係望埋呢一個山景嘅。咁景觀係十分之開揚啦。咁呢一套單位咧，其實當其時咧，業主買翻嚟咧都係屬於高位入市噶啦。咁當時買翻嚟嘅價錢咧，就去到差唔多300萬啦，即係200大幾萬嘅。咁而今咧，差唔多蝕成100萬噶啦。咁喺珠海市區咁樣嘅位置咁樣嘅地段有咁好嘅配套，都要蝕成100萬。咁而家最終掛牌出嚟嘅價錢咧，就係185萬。就可以攞低環怡城呢一套兩房單位啦，而且呢一個區域咧個租金都比較偏高嘅，咁生活配套各方面咧完全就已經係唔使擔心噶啦。咁對市區有需求嘅粉絲朋友仔咧，可以聯繫翻 Hugo 呢一邊攞翻呢一套單位嘅資料啦，或者約一約 Hugo 呢一邊嘅時間過嚟親自現場去睇一睇呢一套單位係咪合適你嘅。咁今期嘅節目分享做到呢度啦，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拜拜。